大家好，我係阿文，依家為大家帶嚟即時新聞報道。今日2025年5月16號，日本九州鹿兒島櫻島火山發生咗連續爆發，現場情況可以話係相當嚴峻。火山灰直衝3000米高空，鹿兒島機場即時癱瘓，25班航班取消，成個城市都籠罩喺一片灰蒙蒙之下，市民都戴晒口罩，街道上啲車都鋪滿咗火山灰。今次櫻島火山爆發唔單止係近年最嚴重一次，仲因為同漫畫家梁樹亮預言嘅7月5日大地震只係相隔唔夠2個月，令到社會上產生咗極大嘅恐慌同討論。最近大家喺社交媒體都見到好多火山灰等於地震前兆嘅標籤，超市啲樽裝水、即食麵都俾人掃清光，大家都好擔心會唔會真係有乜嘢大事發生。政府方面已經即刻將櫻島火山警戒級別提升到3級，封鎖咗火山周邊3公里範圍，叫市民千祈唔好走近山腳。自衛隊都已經出動協助疏散同清理火山灰。官方建議大家要緊閉門窗，用濕毛巾塞住門縫，戴 N95 口罩，盡量唔好揸車，因為火山灰會整壞引擎。睇返歷史，櫻島火山上一次咁大規模爆發已經要數返1914年。次爆發之後，鹿兒島灣發生咗7.1級大地震，部分陸地沉咗落海，變咗而家嘅錦江灣。當時啲人靠觀察井水乾涸、動物異常行為嚟預警。今時今日，我哋有高科技監測。東京大學啱啱發佈數據，話櫻島火山底下嘅岩漿庫3日內膨脹咗成12%。火山性地震由平時每日50次升到今日凌晨350次，地下水溫度都升咗幾度。除咗日本，其實世界各地都有火山爆發之後引發地震嘅案例。例如1912年阿拉斯加諾瓦魯普塔火山爆發之後，就有14次6至7級地震。1980年美國聖海倫火山爆發前後都地震頻頻。科學家解釋，火山爆發會改變地殼壓力分布，令到附近斷層更容易活動。雖然唔係每次都一定會地震，但確實有一定關聯。至於今次櫻島爆發會唔會真係成為大地震嘅先兆？日本氣象廳強調，暫時未有直接證據證明火山爆發一定會引發大地震。但專家都話，現時南海海潮壓力指數已經去到紅色警戒線，未來1-2個月要特別小心，唔可以掉以輕心。面對咁多不明朗因素，我建議大家唔好過度恐慌，但一定要做好基本防災準備。首先，手機要安裝好 NHK 防災 App， 開啟地震同海嘯警報。屋企要儲夠3日份量嘅水、乾糧、手電筒、急救包同埋必需藥物。全家人最好行一次避難路線，記住最近嘅避難所位置。如果最近海邊，記得一有強烈震動，要即刻向高地撤離。最後，雖然預言同現實未必一定會一樣，但每一次大自然異常都係提醒我哋要保持警覺，提升防災意識。希望大家都平安，冷靜面對，唔好信謠言，緊貼官方資訊。多謝收聽，我係阿文，下次再同大家報道最新情況。本節目由人工智能生成，只供參考，並非真實新聞報導。如需最新及準確資訊，請留意官方公告。